啊，各位聽眾，歡迎人到嚟邊嚟我未記 start 啊，有啊，邊嚟歡迎人到嚟邊嚟學嘅節目 YouTube start 未啊？啊，我 start，歡迎各位到嚟邊嚟學嘅節目，這個禮拜我們介紹我哋特別嘉賓啊，即係我哋特別嘉賓就是老趙澳洲嘅阿涵，歡迎阿涵。嗨，大家好，我對嚟啦。阿涵就要。我要，我就要。了個有老椒生起了，叉龜條，歡迎！你看我生了，有時我不愛，我 BGH KG 冇咩 KG 喎。我嚟講福建話啦。哎呦，個叉米粉，嚟，或者叉米粉冇生起啊。OK 啦，差不多啦，有3秒。OK，我 block 人啊。很無，แล้วก็這是美國，你是美國嘅，到底美國嘅雞毛青，你冇聲，雞毛青，你冇聲，你 check 你 input 看有個哪好事哦，你頂面 setting 係咪？定你古車人係咪嘅事？嘢係確嘅。你嘅大話古車人係咪？你是五九八了？嚇598了。了個有紅酥咁嘅事，毛毛菇加一丁，超級白㗎啦，當咪 ，Hello 毛毛菇歡迎。Hello，大家好啦。我咪毛毛菇到咯，咱就是到啲滷掉人看到誒，你到啲到咯。意大利。你冇講到啲披薩，我講我到啲係你披薩，個乖個大會。你邊樣嘅披薩？我係邊嘅披薩。毛毛菇，披薩迄個豆啊，後背迄邊啊。還有未炒粿條？有一間拉沙呢真好食嘅咧。Sorry，我冇食黏黏嘅物件。係咪事實你冇食黏黏嘅物件？你食鵝粿哦？冇本鵝粿冇講。哦，地龜啦，地龜是鵝粿。鵝粿啊，鵝粿會定面心嘅咧，要撐。哦，係你乜有黏？有黏咩？拉沙拉黏黏結結呢個，然後你看得先啦，意大利大包。得咯，阿涵得咯。我經常去看。咱就是到啲邊嚟學嘅 podcast，你咪看 YouTube 嘅，你使 keep it youtube.com/邊嚟學嘅 podcast。Yes。然後同佢我行去看係你 building，係多唔多嘅 building？特別你我哋只背聲，就背係走咧，係走到呢個 room 咧。咱個係紅酥。你安怎去火車？坐火車 ，because 2 hours 嘛。So 免嗱，看到未？等會個，你 image 會 refresh 個。會 refresh 啊？OK。紅酥咯，我覺得係頭呢。日頭呢？咧，好呢。OK。你講教嘅是乜叫人？比賽唔是當今做新嘅啊，要出頂車肯去嘅。係咩？有灰啊！有灰？冇啦。伊未使加，伊加是伊個加，伊個係時個加多了。冇，唔是係 Rosmar，係你住 company 做嘅咩？少。係啦，假如人講啊，比賽迄個 church 嘛是壞嘅，唔是迄個豆啊爾咧。對，咁咧就冇壞。哦，看到你一條歪啦，你一支歪，看到了。就係咱本白壞嘅，要緊。伊得一間是這是歪，是得一粒，佢哋撳出頂還是頭？佢有尖尖嘅，唔是迄個鉗，迄個尖尖嘅。伊頭嘅頭整。哦，佢哋一間啊，當然在 in the middle。哦，你們愛啊？這裡本壞，這個係照這裡是壞的。兩邊去意大利啊，嗱，我坐邊咧學緊坐人去啊。坐人解，等陣日本家本來阮坐人去解。三點，恭喜日本家數。你有冇看到咧嚇？
看到佢世界人看到啊！我教你講，幾時我請招？教你講啊，我看嘅時候，我教自己人講啊，你看，我朋友落出邊，你看，你講哦，真出邊啊 OK，行走。看你走，等陣咱要講下是蝦米物件啊？到底迄個位到底日本件啊？到底塔羅啊？還是攏是到底比賽是到底？ Santorini，然後邊甲伊個甲日本件所求婚，對，你阿家啦人哋邊拍手，跪落來就間好笑呢，一條殺伊。我看到一跪，就係只看到一看到日本件跪落來一條殺伊，減皮啊！日本件。掉驚，錯掉嘅數啊！而家家啦人可以 surprise 嘅，伊唔知嘅。那我知一個指頭上面叫佢報數，佢報攝上，因為報數然後。你好啊，你好啊，哎呀，你好啊，哎呀，錯別㗎， OK，所以看到比賽啦，看到。考掉啦嚇。感謝。哎哦，呦，我愛對起，你比我講，你看一個比賽，會到尾看咧，好，你想到蝦米物件，蝦米餅？其實我哋是餅嘛。胖小餅，像你胖燒咩？唔是落地條咩？你愛去打起，哦，一地啦，你是到底米羅丁那邊的胖燒？我是想到落地條啦，一條呢。我今日話題是要講餅。感謝媽媽哥，來講咪餅，你跟食咪餅，媽媽哥，無暖暖。哇，我是個食米餅，Danish cookies。哇，冇使啊死啊！誒，好食嘛？你是cookies係咪嚟嚇？是不是講你新正啊？是哦，無上裝嘅喺入面了。嚇，喲，我唔見食你啊！係啦，butter cookie 係嘛？你入面你第時間係咪只吃到一款？得一款？有幫你先食。糖嘅，我是個糖嘅本，我是個頂面一糖嘅一隻個零嘅一糖搓搓嘅嘛。係啊。我是那 ICI 啊，阿妹是住，阿妹是 ICI 啊。啊，Alex 嚇，係 say hi。OK。搞只 buongiorno。 Buongiorno，唔是，你老邊個係？我輸嘢咯，正㗎啦。係咪爆？係咪？我知其聲。係咪？拜拜，OK，拜。你成個 Brad Pitt 個Buongiorno。 No Brad Pitt 啊，伊袂曉講啊。OK。Inglourious Basterds 啫。來，咱來講餅的事。OK，good， 讓別人時間食咩餅講。龜甲餅，鹹餅，你食個鹹餅啊？你咪是食好食英氣。是咯。我成都，我厝第四本有鹹餅誒。我問你得一種嘅鹹餅啊？你是個食對面有糖還是無糖嘅？你啦，冇糖嘅，冇糖嘅。無糖嘅，你十冰棒嘅啊。合聲嘅最好食咧。升麻糊咯，都滯哦。合成是唔是講伊合水咧作？麻糊，伊是唔是個靠藍青色嘅啊？唔是，青色嘅。青對。你見過？你見到電腦見到我看？嚇，冇天啦，當見到了是 plastic 包嘅。哦，當然 plastic 啊！喂，佢一波一個鐵漿，一鐵漿嚟。呢，แล้ว合成合嘟แล้วลูกไอ้เนี่ยที่มันเนี่ยไอ้เนี่ย咁冇變冇所喎，哎呦，好食好啊，加湯嘅。是咩？我搞到半個比我哋好食。啲溫個比我溫個比我時候食。黐上時就飛機先食。哎呦，你看黐線哇！住嚟嚇，住哦博一玲啊，這是嗨博一玲，歡迎，邊時你話地嚇？好。住嚟嚇，你聲，等陣。嚇，你只放到 YouTube 下得嘛？
我咁嘅，sorry。So OK，so 鹹餅啊，白叉米粉是個只鹹餅啊，誒，嗰隻鹽餅，出個出幾條呢？哦，我第一次食嘅是我媽做嘅白虎龜。白虎龜係咩嚟？我冇聽過喎。哦，伊是用薄餅皮包白虎咧去煎哦，咯。細條嗰啲啊。แล้ว普通嘅是食細條啦，แล้ว有下久嘅時有一年伊真係分段，我嘛分段啦，所以做甲大條嘅，所以免包安尼一條咯。所以伊做了，哇，伊全部細細啊個三寸。三倍安尼大，三倍大。哦，特別嗰時長嗰啲啊。貴長啊個兩寸安尼長。哦，所以真大條嘅，所以內面真濟肉糊，所以煎大條分段了，變一個新嘅 size 出來啦，了真係好食，所以當今大年過年本人找我買。哦，哇，我冇聽過喎。我搬嚟新加坡本有客嘅朋友講，愛買了，家己去檳城解嘅。你嘛是出嚟嘅做是開店咯？冇啦，家己做真正伊干那家己做。我真正對，我拍碎19年真正對時，還是去找你嘛，俾你嘛會剁掉嘅。會使啊，我做咗我感謝，我介快聽嚟，你嘛俾剁掉。你嘛把胡邊骷髏去佢當到頭卡。我有新椒喎，等陣啊，新椒你是裝，你咪 mute 掉，Hello，你是你名咩？我名阿喵。哦喵啊，cat 話是棒球的。哦喵，歡迎。我娘巴魯加，我娘先知按照吹到邊咧學嘅咧，每隻卡開剛剛。朋友介紹嘅。哦，多謝朋友，按照你多謝朋友介紹。做工嘅，伊之前教我介紹教我講叫我聽邊咧學嘅有幾個數。哦，確定你介教我講幾個數啊？OK。แล้ว你聽到啦，你時就吹掉就估啊，邊嚟學嘅？你朋友介紹你就估啊？我暫時2011年冇錯喎。哦，แล้ว你冇聽到啦？你是舊嘅最近嘅聽？冇，我暫時我實聽咯。哦，所以你聽只古本啦？會使講啊，比我今日聽幾個數年啦。哦，冇曉啊，啱講邊時冇聽。冇啦。看有嘅 topic 我較 interested 嘅我就聽咯。然後 OK，然後你朋友是按照吹掉呢？伊應該是啲 internet search 到本嘅，比伊無參加啦，伊 just 聽人講可能，但係伊 feel 到真好笑咧，就介紹我。哦，你朋友名咩？咪是特別隻介紹啫，介紹你嚟喎。會使講我唔知。可以畫面，可以借畫面啦。白喵。我人就當做咁本上我喵白喵。哦 ，OK， 感謝白喵，這邊是你冇派誰來參加啦，我喵白喵就再來叫。我甲伊講，我本來甲伊講，今日去除了 online 教人一個興趣了，阿 B 講伊無用。哦，不倒，未見冇免驚有機會。感謝你，你是個食咩餅呢？我是個食咩餅咧，長誒。肉地條。唔是伊有 strawberry 嘅 flavour， 有 chocolate flavour 嘅，了伊邊長長。哦，伊坤嘅係煮肉一條嘅嚇。條啊。的意思就三個長。安尼長啦，安尼很長嘅。我剁掉。你要就剁掉邊？剛才剁掉啦。嚟，然後
就是那边有声猪那声发金 green 那声是装啊。啊，等下到底来梅女大条细条，我妹啊，七毛青女声有啊未？你聽到啊？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OK OK OK。啊，我那是女那邊聲，你 mute 你麥看你外賣啦。啊 OK。到底 Skype 那邊 mute 啊，不 Hangout 那邊 mute。啊。哦，對，你那邊 OK，你 mute 掉啦，按對你講話時你個按 mute 呀，無你聲邊。你即是你電 computer 的電的時候，你 OK，所以當尾我每到等你 OK，你邊，你邊是本地邊的邊店的邊，還是這好料特別去較好叫人買位，你一條 strawberry 嘅邊，誒你是唔是波波上加貴加幣？你看波波拍拍嚇？伊是一條爾咧，了伊個外口嘅形哦，你看到啥？伊連哦，哈，我知影。Julie 是啦，你意思那是紅色，伊都是 strawberry 啊，chocolate 色都是。對。哦，係咪咪叫啊？韓語講咩啊 Julie 是曉 ，Julie，伊真濟種嘅票本呢。哦，即你平常時邊店通買哦，湯誒。有啊，哦外口你 mini market 係咪幫佢買嘅？哦 ，OK。OK，了，但我每阿韓，你不得有每你不是跟食咪邊啊？得閒揾人食。哇，不得了啊！跟食 macadamia cookie 哦，這邊。喲，本來嘅咧，誒，我是看食 macadamia 本來 anything macadamia 我冇食過食。咩啊？後邊咧，馬來西亞咧，馬來西亞你食過食係咪邊啊？像邊啊店裏面，還是你冇想食？你是跟食鹹邊啊？啊，加叉米粉小扒，你哦，偏偏我感覺對我嚟講啦，是真無味無爽。可能大係邊啊，真可能大啥？特別我講條我媽，本是就見食喎，我媽佢薄，你咪嘅，我媽見食咩？我媽見食係人拜獨白講嘅，你啊拿獨講。拜那都講，一隻咧，定無味無爽本咧，圓嘅，胖嘅。小邊啊？唔是小邊。伊波迄款啊？小邊裏面有蝦有牙嘛？小邊裏面一隻鵝藤嘅小，還是小邊啊？啊！你話嘛，冇人食，冇一種咧，人拜那都講嘅，伊成個安尼圓咧，可能差唔多像美利邊嘅曬上嚟，特別伊裏面一定嘅呐。แล้วการเร่งแล้วมีพองๆมันจะลองใจมั้ยมันจะเกี่ยวกับเปี๊ยะว่าเราจะบ่ลองคุยเปี๊ยะเตรียมอ่ะ冇哦，ตอนคุยเปี๊ยะเตรียม Skype อีไอ้เหี้ยว่าไปกิน turn on เลย Skype อี chat อันจะ turn on ว่าไปเหี่ยวแล้วSkype องสิ live chat เลยจะว่าไปกิน turn on คันว่า try ก่อนturn on เดียว Skype live唔知 Skype 啦，係你啦 YouTube 啦，我冇啊當然。OK，講到呢邊，我實講咩邊咧？攏猜下我是個講咩邊？我是攏猜到就是講攏聽邊咧學緊，真正久咧，來知講我是個講咩邊？嘅班納講嘅呀，直接講咩？嗱咧，直接講博一玲講咩？我講你家只係班納講嘅邊咯，佢頂邊有食嘅。屌！搭子掉。啊，就知。伊頭底有藤嘅。哦。你好食咩？係你好食啊！我唔知點解細漢時食個隻藤，我就解藤嚟食。你話會記有一款啊 square rectangle 啊，淺色嘅啊，迄款邊啊，鹹嘅啊，佢叫咩啊？哦，係 cheese 呢嚇。上個치즈特別，伊唔是치즈啦。哦。上個尖頭嘅 shape 啊。哦，尖頭邊我見食，哎呦。哎呦，
香的哦，迄个。既然食咯，真頭邊伊淡薄 savory 嘛，伊鹹鹹淡薄。แล้วเดี๋ยวกำ食แล้วสิพองๆ上尖頭鏡呢，喺度咯。我驚食下你，裝驚食，裝乜驚食你？哎呦，係咪？會食下。叫人困了，無 happy 咯，唔知樣就困。叫我清咧，當然叫我清為你嘅食咩邊啊？哦，但到會記點上細漢點上是類記嘅人叫雞夾餅。雞餅，使咩會記？人叫雞仔餅人成啊。哦，雞仔餅是唔是講鹹鹹淡薄嘅？伊是成啊白色嘅，伊packaging是白色嘅喎，然後伊是成啊唔知成啊啥，一粒粒再 break 嘅。一大包本然後到一包嘅嚇。對。雞仔餅啦，伊鹹淡薄落淡薄嘅嚇。那一個係麻子嚇你。係麻嚇。係麻嘅。我記，แล้ว我記是較濟買嗰個雞夾餅，雞仔餅是。較濟是去伊煲會買了，伊樣較濟伊白咧頭前是隻雞嚇。對。咧伊往時掉個咧紅色嘅白色嘅線。對。是。當每樣可以個少年都這樣講嘅，嗱，雞仔餅有咧，伊是一隻胖嘅，伊成個伊淡薄鹹嘅，然後咧伊成個cookie，然後咧攞伊形嘅咧，無講隻大地一然後 BB。特別伊garing了，我記鹹淡薄嘅。對，那我記曬咱去一波買鹿油啊，去 pomelo 嚇，油啊，嚇油啊，對嚇，就是買雞夾餅了，香對加白茶，唔是白茶sauce嘅咧咩薩克馬加，咱去一波買，其實薩克馬咯，雞仔餅咯，油蛙咯，鹽焗雞咯，一隻芽菜雞咯。或者咱講怡保嗬，或者咱係講怡保，或者咱想下先怡保。哎呦，怡保我係second hometown 啊，怡保。哦，是咩？因為我係媽啲怡保大嘅嘛，所以我係清兵啲怡保嘅。哦 ，OK， 或者咱講怡保嘅啦，我哋。Oh my god！我我成日要播。咱有冇俾看圖啦？那是到啲美國嘅人啊，即係後尾一走一下美國嘅人，那是就是俾訂邊咧學件T-shirt 嚇因為我冇寄來 US 嘛，特別我有人來 US， 我俾寄人來，所以那是讓愛來講係我 email 我甲我講啊，還是去 message 我，特別真係 Instagram 啊、Twitter 啊、Facebook 啊。Snapchat， 最近啊冇咩用 Snapchat 啊咯，最近嗰啲 Instagram Story 啊咯。你知做咩事哦？迄個 Kylie Jenner 啊，伊成日叫我做咩事無來用 Snapchat 咧？然 Snapchat 係 stop 啊，假啦拍假啦。我冇伊就是我一落來嗰時就啲 Instagram 較濟人看嘅，所以我特別我就 try Snapchat， 特別伊隻換嘅 design 時，我實冇咩好用起啊，那變做我冇實冇用起隻咯。但係因為就特別 ID shirt 人甲我講他們 design 㗎，他們 size 係我 directly 甲你講幾類嘢你先。OK，講到啲醫保，我要寫起來醫保 topic， 但我並未看。OK， 博一零，你是個食咩邊？博一零。哈，睇到。你是個食咩邊？我是個食個料嘅邊。OK， 鏡頭第一第是個食你個睇鏡隻行呢？條條邊。嚇？係咪來？嚇？條人搞 NSC 啊，一人唔少上邊嘛，對。嚇？人家豆沙餅，我 flaky 一人嘅邊。安怎你講話一邊安怎？伊有像個迄土豆糖啊，土豆糖嘅邊啊，了個有一種誒啥了個有放迄個麻糍倒頂面嘅。安尼你聲格啊，譬如講下面佢就嘛。
阿暗。哦，我嘛见招，你我讲是对住人係咪？阿暗我冇見知啊，家姐阿暗攏知是有沒有？以前阿暗我管人香咯，叫做阿暗。哦，誒，你講你教英嘅時，你是講教英調住人教英嘅邊有真一行款嘅嚇，還是一行款嘅？我家姐款，家姐款呢？你想誒，所以有阿暗咧，阿暗裏面有成女女嘅藤嘅呢，就阿暗裏面都加啲其實裏面女女嘅藤嘅。誒，我講聽老師講聽啲喺邊行落去邊店啊，直到去邊店咪是買隻這邊，冇想新嘅。你去用繩咯，得啦，我得一間。用繩啊，用繩啊，你叫咩啊？用繩 confectionery。這是吉隆坡邊嚟嘅。多咯本有嘅啊，但係伊個 branch 啲麻婆，伊個 HQ 啲麻婆。我是看邊店啦。OK，我個講邊，我是個知我細漢嘅是Mary 邊。啊，學咗我講咩邊？哦，但我下你講掉本啊。OK，阿達子嘅 Mary 邊落行咯。哦，你講掉本搞咯。我就我是個 Mary 邊。係咪嘢？Mary 邊好，佢就我細漢嘅時候台灣就少。安怎下？你係到底你處於知唔知啊？唔知我換領冠軍。哎呦，美國你是個隻咁邊啦。特別冇，我捌換過，我捌佔冠軍過。我冇類嘛，我儲冇類嘛，梗係會在掉冠大冠軍嘅。我明白，我冇捌用過。你可能是你係領邊一本咧快糯咯咋？你係領邊不啦？你係領最有呢一本咧快糯面去。是我捌換過本，你是個係你係主要是你都拗到一粒。嘅 bloop drop 落去啊！嗬，你看到伊一點嘅坑嗰邊啊，慢慢掃伊出。我不食過，特別 Mary 邊 science experiment。Mary 邊較甜啦，Mary 邊是講，即係咁邊咁。這是啲啲人別好，歡迎啲啲人別。Hello。啲啲人別你是個怎麼邊？我叫王講啊。你看那個到底哪樣？你講我把你去 supermarket 買邊對。那我看，有我看你買邊來。未啦，未看啦，我電腦冚起來啊，咋了？兩條 sticker 未看。我都看到你當機。是咩？哦，我都看到伊頭毛。看到了。來，你邊上嚟我看，免看你面，看你邊，唔是你一啲一啲啊，你嘅。嘿，係咪？我到印度啊！我都到印度邊邊喎。這是學表冇對學表。這是係咪邊啊？看到小暗啊！看到 tasty。你到印度過啦？你到過啊？我就講你入面做工嘛。係啦，我哋拜個端啦。小暗你邊過來另個當你 tasty treat。你 camera 你別。哎呀，你真係咧 ice cream 邊啦。哦，係 wafer 可能嚇，是不是 wafer？都係咪？你 camera 你 camera 係邊個去調整嘅 camera？啊，不係 camera，唔知有調整 camera，你慢慢。你到底成日向自己嘛？你 camera 你 flip 佢向頭整個是咩嘢起來你管咯？未曉啦，係咪未曉啦？都有咪啦，嚇都有咪嚇？都有咪。你是唔是用得電腦當機？攞乜學嘅啫？電腦冇對嘢鳥。你電腦？我冇電腦，我用電腦。哦 ，OK，都有咪即係咩邊啊？伊是 butter garlic。哦，拍東過，我係拍東過嘅走去買。哦，這是你到底印度電台看到下？係啦，巧克力那關。安怎嘅歌唱我聽呢？
買啦，我應知我係小應知啦，我長 A 啦，看 video 啊。你攞你邊啊？係啦，我包年啦，把這個去買啊啦。你個你這就買。你到邊呢？你去到久啦已經，個久啊嗬。兩禮拜啊。兩禮拜呢？兩禮拜你去印度，你無成啊買起來，淡薄馬來西亞邊個邊買等於厝係無啊？John 熟晒係啦。最集票嚇。做แต่วังไอ้เจ้าเสียงวังอยู่ซาพังหัวคิดจีซาแต่ OK 嚇，睇你個對嚟啊！哎，如果用晒，係 Pringles 我覺得 Pringles 應該將來嚇。哎，如果用晒，我咪是冇 style，當9點啊，馬來西亞點先？你人嘅時間有計啊未？我能驚啦，我都當佢咪是。yang bila Malaysia mana okay Malaysia 我就馬來西亞我啲英國anak lu si tu Malaysia jam siapa Kit Kat ni kelingan Kit Kat ah Kit Kat 想啦，你看佢我 video 嘛，OK， 我長 A 啊，人講先啊，冇可能看到你白對邊啊，定啊，Kit Kat 是啊，應該點？你當對馬來西亞點先嘛？所以馬來西亞點先？我唔知馬來西亞點先，我知你講 CDD 呢，所以我對 CDD 嘛。哦，是誒，所以我諗我點先啦？我諗當今是。Tapi I thought 你 Google Plus 係 Google Hangout 係做你 local 嘅 time 係咩？我下路係 time 是你係哦，你係 Central Time 嘅，你係用英文點聲。哦 ，I thought 叮到嘅是一出嚟，你知喎，一出嚟 local 嘅 time 咋？哦 ，maybe 冇啊嗬。無了，你等下講我聽，你點聲是幾點？當今是你唔係看你嘅手錶，你嘅電話咩？啊，當今是8:53，早起，所以你嚇，你起來7點？冇，我8點，我較早較早幾個月度早起7點車咯。比我當今8點個實啊！我嚟落了，睇下你7點鐘較晏個人，誒冇，你5點鐘呀，你5點鐘呀較晏個人。平常嘅是6點鐘嘅。啊，個英國啦。平常嘅是你做咩？我頂禮拜5點先咯，頂禮拜。哦，人個後禮。啊啲，任先生。歡迎 ，hello， 即係阿漢有，即係我未，即係是幾毛錢，hello。So John, when are you going to Penang? No, Manny is in India. Manny, that's one. Manny is in India. Manny is in India. Ask you again now. Okay. Okay. 我俾佢換衫，等我。Okay. Manny 是真對潮，是貴是真，我較歡喜呢。本來今年是真冇得貴呢，我覺得我想對 Manny 拍算 Manny 啊。Okay. 啊，嗰就部講到邊一個我覺得講到我學到這就講到對，讓會叫有一種嘅餅到底餅店嘅賣啦，特別伊是鹹嘅，伊成個有味素嘅，伊成個是唔知是膠形嘅什麼嘢膠嘅，伊是膠啊是雞啊什麼啊，還是糊啊？我未記，因為形伊是酸的。你是酸誒，你買嘅時候，你買一直那是點呢？糊嘅形係，都買過嗎？特別這是去店
边平時邊店啊，佢咩山啊，你知道？你用其他嘅電話鋪啊，定咗可能細漢時啦。啊，你電話 telephone directory 啊，電話鋪啊，你字做成隻根咧是倒到啲你根入面。好料咯，你一成日咁胖啦，呢？本是咁成啦，呢？別人個係咪邊講？兩間店邊都冇講對句，邊隻仔嘛？你要食 local 咧，還是愛食 branded 咧，還是愛食 Malaysia 咧？咁咱使講咯 ，OK， 當然咱先講咯，咱嘅本地性咯。我又講啊，你記得紅公鴨邊啊？紅公鴨邊唔是迄個貴手尾嘅。紅公鴨邊是迄個，你是講啊，人食貴邊還是食紅公鴨邊？對。以後你一個 little basket，以後你一個拿咧，伊個邊啦，看拿啦，邊啲啊，杜郎，對。是當豬籠嚟咩？啊，對啦，浸豬籠我哋哦。豬籠啦，浸豬籠。伊個出邊冇餐吹掉。哎呦，頂陣時出去英國中嘅一個親子，我都好對佢是即個俾佢就講咩？啊！恭喜發財，歡迎！恭喜啊！日本鏡，把路，你去依家我看咩名啊？日本鏡 ？Hello， 恭喜係咪咯？恭喜啦！你恭喜咯！我看到你攰到托卡嘛，或者我老咧，攰世界人知噶了咯！來看者來啦，來看者。誒，買啦，你冚啊！哎呦！講開呢 ，supermarket 買物件，等你個講。買咩？你去行個咧邊位下啦，好看一下邊意大利邊上。哦，你這紫色？馬路紫色嚇，馬路紫色咯，隨便點啦。你看到邊時個開好看邊誒OK 啦。OK， 恭喜，冚聲。Thank you，係死我。阿邊嘅啊 ，OK， 我講邊咱講本地邊，咱個時候都還沒個，無相款嘅邊，咱冇講對。豆沙邊是裡面豆沙。綠豆嘅。綠豆哈。誒，我是講隻豆沙邊咯，豆沙邊有幾難關嘅。還沒個咩特色？仲講咩特色？我有。哦，這是阿龍啊 ！Hello， 歡迎。誒，我試過這裡咯，這裡是個咩？這叫豆沙餅，是香餅啊，這唔是叫香餅。豆餅是我食嘅。哦，這是叫豆沙餅。嗰另外一個餅，蛋拌餅，是唔是？蛋拌餅咪是豆沙餅咯。啊，蛋拌餅 ，OK， 蛋拌餅、豆沙餅。咩名咩？你啊，咩名？豆沙餅、蛋拌餅、綠豆餅。龍珠餅。係咪？哦。咩啊？靈珠啊？龍珠餅。哦，龍珠餅是 brand 嚟啦，就是白頭啊嘛，就係豆咧螺頭咧，實嗰啲。你知唔知？咱講啊豆沙餅嗬，豆沙餅有兩種嘅形嘅，即是一條一雙嘅。冇，就是大地嘅細地咯。哦，係你是個大地啦。邊嘅是一包的咧 parchment paper 哈，一包的 parchment paper。是老婆餅咩？唔是啦，小就是講老婆餅裏邊是喺你白糖嘅。阿涵，老婆餅裏邊是白糖咧，我睇到度呀。阿涵跟做人老婆嘛，即係想到老婆。哎，冇啦。所以有一雙嘅嗬，豆沙餅呢個就是很一粒一粒嘅啦，呢邊咱隔了叫做豆沙餅嗬，咱叫大啲啲。大粒嘅就叫大粒嘅叫做豆沙餅啊。迄個細粒嘅其實讓後尾個出來嘅，迄個細粒嘅細粒嘅咧嗬是叫做豆拌餅啊。哦，對。因為豆拌餅大粒嘅迄個個團湯嘅咧，個果渣咧就種白咗包嘅。白咗包對。白咗一條落地啊，包兩兩之間特別嘅，迄個叫做豆沙餅啊。加上豆沙餅，當見迄個細粒一粒，有當時樣攞粒一
一條，三粒一條，按包食白咁包掉，佢哋叫做淡盤件啊。誒，你知我食過啊，我年代一路特乜亂很白啊。我在嘅時候，伊到啲壓然後就咁樣貼呢嘅。冇，樣貼，特別咧嗬，人哋有啲人伊要寫本字嘛，係了交尾有發生係咩事多？就是去 Australia， 你 Australia 話未考，我變做有嚟講事咧，就時候就講我有嚟國家，伊特別quarantine呢啲物件，咪少買有到 Australia 咧，我時都啱啱包嘅話是會使接嘅。哦，特別你去Australia特別手機就冇乜線㗎啦，對啦，你嗰陣時由 hand carry 用超怪嘛，係啦，有時講冇包嘅話，你學 ACD 呢面頭整會一開，一粒叫客嘅咋。喲，梗當啦咯，梗當啦。你叫阿韓邊同阿當然啦，只阿是有包嘅，只阿是冇包。我冇暑假食比較少。你會使開咧冇包啊？就起行就叫你點嘅，你 custom。我有一擺嚇，我係姨對來啊，我係見家己做過餅嘛。了，伊一半是有內錢，一半是無內錢嘅。了，迄個較開。了。伊去家是多去切啊，好彩可以切到一地是無內錢嘅哦。了加了貴，哎呦，伊啊欠淡薄，伊是嫌棄啊。伊是無內錢有錢啦。又唔是講貴，有咩好錢？係咪？唔是貴類物件，是訂到無肯食。是啦。唔是你頭腦是極心度啦，無肯食嘅你。我本時我就因為我就係食八卦嘅，我一過嚟除我就唔食一邊食自八卦話嘛，特別韓國白是別識接口嘅。哦，特別一包咗少少啲，你有陣時一看你人冇咩物件，一直冇出聲咯。你成日驚啊，很奇。就驚過啊，買咗半行啦，你望做嗰隻誇張嘅物件啦，估計拍做好啊，定你行佢啊！哎呀，冇八卦啊！實個啊，冇八卦，冇啊！問看咩？冇啊，冇八卦，看咩？佢咧，佢辣到死啊！八卦 ，OK， 你阿龍，你是個食咩邊啊？我就是個食邊嚟咯。嚟講，咱講本地先，咱講本地。我是個新疆是我是個食佢板結。哦，你派除啊，等於我成日咁，我免除嘅，因為我哥是會曉做嘅了。我就係你問你講，你幾曉做，咁你個擺書啫。我免擺書嘅，我講我愛做，我愛食，一做了，一個人夾來好玩嘅。唔係，你特別惡，你特別惡。Sorry，我叫你惡。你叫你哥帶你去啊，即係 Botanical Garden 那邊後尾 waterfall 有效，然後去後尾人哋拍你個隻，拍你個隻，團咧鬼班機你辣下你，你埋嚟講我係使去嘅，我帶你過去，Botanical 帶你過去啊，冇後悔。幾拍辣係嘛？因為啊，真正少人做啊，當見白鬼班機。哦，當天有人做過物件，我同你講就出名啦，好食。金培啊，金培真係做呢物件咧。哦，都金培唔知啦，金培做邊係嘛？對，金培做鬼啦啫。特別我是想，伊做邊個做極嘅，伊真係做呢物件，伊賣嘛，伊幾年嘅事，做個破牌做個拗唔是？哦，係生意好啊。我是個食邊啊？我是個食鹹邊冇味素，是咁。嗱，咁樣米粉咪是個食咯，炒米粉。鹹邊一種冇味素，冇興趣咯。你啲你 Tesco 呢所在買就覺得有油嘅。咩有油嘅咩？有油嘅，伊話有股油。老餅個好食。哦，有你股油味嘅嚇，然後頂到係冇半行嘅，頂到是你 cardboard 呢，一隻 cardboard。你有一個 J 嘟嘅白頭嘅 T。啊，對。J 嘟嘅咧，伊冇有一種冇股油嘅，特別伊咧嗬，個冇安尼好食。但係咱講嘅票係咩？合嘟。合嘟冇好食喎。冰嘟、棒嘟。真正好食嘅時種插蛋媽，你規件店覺得T C O 味啊，對，多啲呢，鐵啲呢。
有，當你顧過，肯定店，不嬲啲故事一間我陪你去嘅。係你是泰國，係咩咩？講到啲，我第一個食係咪咗？我第一個食是麻餅。麻餅，伊是唔是咁嫩嫩嘅？唔是。哦，定一個靠麻嘅了誒。伊規定伊邊係啦，一定有真係一粒細細米嘅，真係一粒麻嘅。我麻乜人？真係胖嘅咯，伊嘅麻要會變咗真係胖嘅咯。誒，你講到底布洛迪古是唔是定刀講？這是定刀，講定刀是正古以前嘅，至30年前。伊對面賣有一間做卡車店嘅嗬。伊係一間店賣正古嘅，我朋友名啊，我隨住啲名嘅。我朋友嘅店嚟，我到他當我是朋友，定到方式是我個仔去我等我十部的士仔，你記你十部的士告訴我，講我去到你布洛迪古頭前嘅你卡拉車店嘅時，伊人落車時就訂位看者，你位車成10部的士，你一個人走嚟安啲啦未話，佢但就冇一句累啊，係你就是係我朋友就是伊擺店就是朋友，唔知咩，因為隻名真出名，真古咧。我下龍吹下先，你伊個邊店頭整國是係，伊個邊係店嘅是塔安嘅隻。你嗰時你無記定俾換好啦，布洛迪古是紋身咧，我是有一個安啲材料嘅料嘅聲去擺檔。哦，布洛迪古紋身啊？布洛迪古紋身。是唔是講到對羅朗嘅朋友？羅朗，伊是我古早伊開一個新嘅 building 叫咩啊？你羅名叫咩啊？嗰個名叫咩啊？一開就係啲 building 咧，呢啲 building 頭正備。哦。個 building 頭正備，一見到就一開啲聲嘅咯，炸起一個 building band 裏邊是間料是邊個聲嘅？金色嘅。哦，係鐵嘅正啊。啊，鐵嘅。啊，我看到即係豆嘅，唔是豆嘅，係你啊，就係嗰個 booking 啊，一定是應該中啊，你。當看到啲人變係變係冇變。呢是件是被依這邊是被 Bible 嘅。布洛迪古我得一個。你會這個係路咯，你有一件是個全部被 Bible 咪叫做唔知 evangelist 什麼鬼嘅。我係朋友嘅店咪是靠我定到嘅 post office 嘅，唔是我即係阿明，咪是上一條路啊？條上就一間店啊。I think 對啦，I think 上啦，邊上一間嘅間店啊，一到啲係你定到你搭嗰邊嘅啫。對，邊就一間啦，一進嚟講呢啦，我講呢咧。啊，對，我講呢。講呢係一間嚟嘅是，唔是嗰啲就是被加人嗰啲運動關係物件，像是人嗰啲。嚇！我就伊唔是我講得特別差唔多俾教官咧，唔使佢做到勁嘅一間肯定。做一間跟落勁嘅條，我呢個 clinic 嘅。你意思係講我兩會齊會，當然個兩會齊會入邊，我兩會齊會入邊咯。是你對，我咪會啊。你呢邊就是你播咗。對你名去咧，我朋友店咧，唔知咩台啦，咩國台啊，咩台。對，你講個台我就想知道咩台。唔知咩台誒？我並我除咗一幾邊店，汪啊！伊定到你啲我記，我你啲我記入面，唔使定到兩個喎，樓頂你啲我記就已經。啊！我看啊，是，我看到啦。咩台啦？我看。唔是台，伊是集會店，即係先我看者。啊！我當係是佢明白。我就冇去我除我朋友度入邊，真係古誒，一隻老招牌嚟嘛，一點，即當今個有啩？古過，我定到我舊年我對伊是我古邊嚟食喎。你特別下面邊，我見到是個隻毛邊，我冇看到毛邊，嗰個是個隻咩個？我估是個隻安裝邊。安裝嗰隻邊嚇，我頭先邊，我是個隻香邊嚟，其實我是個隻。香邊我唔係見著，定到時有聽講啊。我就聽講，伊就聽到明我實未記起啊！一條底遐，一聽到我媽見隻香餅吼，伊邊啊一大丁一大包嘅香餅吼，條底去拄我人你知我拍電話我人到底迄個你知迄個特別講阿巴達邊食迄個布羅迪雞啊！我知特別講開啊邊為食物件是伊走嚟行嚟互我人哦。
嘅好啊，後邊我比幾面咪曉。有時一個上地上車嚟嘛，叫做黃太嘛，呢係全啊，對，黃太我不是我朋友誒，哇，我嘅好了，我嘅謝人個。黃太 ，Hello 啊，John。Hello， 大家歡迎。嗰個講冇啊？冇講啊，水啊。啊，水啊，上次我用 Apple， 我用 Apple 嘅 headphone。啊，暫時冇噶啦。你就用。哎，講咯，當然，我哋佢那廣告邊啊？嚇，嚟學我講講啊！你點乜名？你講咩？Too tasty 係咪 too yum？哈。You think he's feeling like this hard must be Isi kelinga wa si amo wa. Kelina tu bo amo itu yam. Ha. Body feeling become high has boost, but look at this guy. He's always going cruise to Suya. He looks Suya. He looks Suya. 你而家廣告啊？Isi你kelinga邊廣告？有啊，有。哈，我冇想看咧。哦，那在這邊撒嬌哦。你真係成日超嘅。OK 啊。出名。應該中你是個食咩餅？你講係咪餅甜嘅餅，還是鹹嘅餅？啊，凊彩特別本地啦，馬來西亞。我較喜歡食鹹嘅餅。一間。你知冇有啲定位？我看。喺馬來西亞是有賣美國嘅餅，Nabisco 嘅票，Nabisco 嘅公司嘅會記得。然後 Nabisco 做 chicken 嘅 biscuit 都會記得。未記啊喎，對，應該對，唔是。你冇看到你邊啊？一間，你看未到咯？你白色嘅咯，白色嘅對。呢字係咩字啊？係咪花嘅？真係雜會。啊，雜會。呀 ，HCH 啊，我朋友是寫菜嘅咯，是唔是菜啊？咩菜嘅？我冇啊，lost touch 啊！這裡是 Common Road 是唔是 ？Political 嘅，Political 啊 ，Common Road。黃太唔是我朋友嘅，黃太是我嘅。最貴我知。小學嘅朋友。哇！頂擺係你一列是沙洲嘅飯店嘛？沙洲嘅飯店有一列啦。沙洲飯店係咩？飯店賣飯嘅。飯店賣飯，雜菜啊！飯個參配嘅。我看你去 Google View Street View 啊！我等於去 Google Street View 啫。你講你是個食咩？我等除掉。我們食 chicken and biscuit。你怎麼你講嘅係咪 chicken and biscuit？我唔知喎。鹹嘅餅啦，成個。試架嘅味啲鴨哦，即係馬來西亞有味咩？阿 John，是唔是雞仔餅？你是美國嘅票呢？你點解我講到雞仔餅？啊，美國嘅票我知，伊是有味素粉個卡淡薄成粉有鹹嘅粉咧。有雞味素啦，是雞啦。啊，雞精。你朋友食菜係咩？以前食牛喎。牛，對牛。等下，我吹去。涼下對牛。我講嘅唔上掂咧，我講嘅冇上掂咧。哦，冇上鏡。牛對牛。看住你。牛一hin哎呦，是表示面的牛一。對，應該唔是一間咧，我未記，我就講。伊是咩咩？一牛咩？涼咩？我可能看住你件，我好了過。Hello. Lu benar share lagi. Share pada window. Sile window sile na. Sile na wan chỉ anh khuya nó qua cái mà.
牛唔是菜。这里。哦。这个下条牛。班主任对，班主任对。班主任对。但我看伊看我朋友啊，无看到我朋友啊。伊无啦，我朋友在做别行工，咪搞 accountant 什么嘞。你这应该是18咯，这个是18，18睇嘛。阿張看外面都會看到未？有英的。啊，牛对，牛一hin是我朋友名，梁一星。得應該啊 ，chicken and the biscuit 啊，嗰啲啊，這是阿毛誒，這馬來西亞有攤賣咩？唔是阿毛，是美國嘅。啊，馬來西亞係攤賣，這邊未攤賣。哦。這邊未攤賣。你鹹嘅我開阿本嘅食去。呀，你講食鹹嘅餅，你是講食鹹餅呢？鹹餅，我根本食。你四角餅啦，人叫四角餅。嚇。你是講食？四角餅係咩？鹹餅咯。人去啦，對，來，我看過知道個，我冇你個這裡哈。crackers。我冇係咪食？誒，你到厝啊？到別人厝到你家己厝？到嘅？我係厝啦。哦，你夾起來，夾一地出來。得嘅。我未開過下。我看伊個鹹餅，合嘟嘅鹹餅。哦，得。哦，我未開過，你到底去開我人啊？我食佢知先。啊喲！啊，笑臉我們啊，是講我是感覺對下無比不爽咯。我只是成 nostalgia 呢，我無比是個只點打死。我係講國語嘅。哈。你等陣係到啲你嗌無老行啊嚇？無放啊，公那邊。哈。我揾看 camera 係個錄啦，我揾看錄啲。Kopi O 講嘅，耶！我而家翕隻小影起來要做個肯定。嗱 ，OK 嘅到嘅我都夾一隻邊啦，係到啲你浪嘅邊啊，我翕隻小影起來我 snap， 我肯定。啊，對啦，對，我看喺度啲 Instagram 嘅 post 先，邊啲我見到 Instagram 嘅啦。哇，好多啊 ！Instagram มันจ้ว講啊，學緊話人愛講出嚟，很 hip。阿龍啊，兩萬人一定那個，那個 Instagram 是很 hip 啊。OK， 講對邊，應該點嘅邊，嗰隻 chicken and biscuit 了，咁樣，咱本地嘅 local 嘅邊咧。本地餅，我冇咩食本地餅。平擺細漢時食金巴 chicken biscuit。chicken biscuit 係咩？我會去買，睇到啦，我哦，雞仔餅啊，雞仔餅啊，雞仔餅。我哋合講啦，即係呢個仔又冇話嘅。呢個有啊，有啲講啊，我看。這裡是我買嘅荷炸工嘅，這裡我冇食嘅，比。大坡啊，啲馬來西亞西邊嘅馬來西亞大坡咪是會人家己嘅，即係是標準嘅。哦，對。你講叫 chicken biscuit，特別那邊冇嘅，冇咁嘅嘅。แล้ว鹹啲。這裡裝嘅性格豆沙餅，特別那邊有味糖嘅。哦，這叫做碰餅嚇。唔知你睇一字來看啦。香餅喎，這是叫香餅喎。灰團燒香餅。白特sauce，你寫白特sauce咯。白特sauce對。我是要荷炸工嘅。我跟食白特sauce本來就講只愛掉入出去。爆。真係是有地這邊一團食了啦，先正死啦，唔能先正死。
咪講我冇蝦米一頓人唔正嘅餅。咪講成正餅咧，平常時咧食餅，我咪當一種嘅餅嗬，我想話落地條咯。落地條啊？落地條是應該意大利嘅人食嘅咯。食 baguette 呢？唔是，哦 biscotti， biscotti 啊。啊，較咖喱較甜嘅。豬腳啊，陣。唔零。就是種嘅餅唔知叫咩名，叫伊香片咩？哦，我這個叫好酒餅呀，有 spiral 呀。啊！哎呦，我驚食咯 ！My God！ 我真是看到我到底愛淡看到啊！嗬，然後伊個店人家好似講，伊冇咪落嚟講，我講伊我冇咪落買啊！我會使一節內邊食幾包嘅了。誒，食咧，唔是啦，使行嘅喎，你哪有行？俗啊！誒，大陸有個攤餅啊，好料誒，各位聽眾老師講齋掉好，講我講隻報告啫。到底大陸有攤餅就好食誒紅椒餅，我真係食紅椒餅。紅椒餅咧一定要落。阿 John 啊，有一間啊，到金沙嶺位啊。我聽到佢買嚇，金沙嶺啊，差唔多碗餅喎。你聽到有賣係油炸粿，你啱明？啊！一間店真老啊喂哦，伊人講有30年、40年啊喂。你除咗咩苗？係咩嘅？金大連。他是我坐喺佢朋友見嘅，伊人教真好，伊人講真好食。你要拖豆都得喲，要拖豆呢？我平常一個人咧食咁節攞3、4個6、7、8，啊夠咗。阿張食啊？嚇？飛機啊？係咪飛機？嚇？係咪機 ？NGKEE。哦，NG。NG 啊，是 ENG。NG 呢 ？NG 我寫起來。有等人，你曉等人哦，你不要等人。N 是英文的 N 啊，還是 NG？不要緊，我寫起來。人講30年啊，經驗。NG 到底金大連啊？NG。嗱來啊啦，叮當，這哆來咪。來啊，響響未記。哈！你都唔是真歡喜，講話一個禮拜啊嘛，都未記。我好想看戲一半啊，看到就青驚，就青驚未記。對。都人會食咩無？講啦邊。scone 啊。是。biscotti。等我看，我冇看到。阿 John biscotti 啊。這是紅煎餅。啊。唔好食紅煎餅是 cookie 嘅啦。阿 John，你是講 biscotti 是唔是？冇，伊是紅煎餅。等我你看哦，一罐。你一罐 biscotti 嚇，嚟。我是個食 biscotti 本。紅煎餅。當你講餅。食久了嗬。就7點鐘嘅嘅。哦 ，OK。哦，你薄嘅啊，你 biscotti？你 biscotti 你薄嘅哦。對啊，馬來西亞 biscotti 嗰啲你薄嘅喎。哦。biscotti 冇蝦米有味，冇蝦米冇味素嘅。我是個食啦，有 nut 嘅事就好食。換個味咯。啊，換個味定啊，換個味嘅味味去。啊，哆來咪，你是個食咩餅？哇！本地餅。馬來餅。啊，我嘅就係咩啊？馬來餅個鹹餅有糖嘅。我們是個食嘅咩？是內邊有葡萄乾。葡萄乾邊內邊一夾了葡萄乾 ，raisin 啊。安怎夾喎？我唔
我唔，伊是 rectangle 嘅 size。嚇了。伊唔是 square，伊是 rectangle 嘅平嘅。係了內邊有葡萄乾，我食嘅種葡萄乾夾了嘅邊。夾掉那邊攞定嘅掉葡萄乾。對，葡萄乾是到底嘅邊甲邊中會內邊嘅。哦，我冇食過咧，咪只葡萄乾咯。未啦，你想啊？一粒呢？淡薄呢啦，冇講。哦，誒，我冇咩，真冇聽過迄個邊哦。別人冇聽過啊，別人nghe葡萄乾。等陣我 Google 小英先。啊，Google 小英看。唔捌喎。Google 小英啊，我加 send 起來。OK，咱講呢個老邊。魚仔邊。啊，對，魚仔邊，就魚仔邊，唔是魚煲誒。我真係驚食魚仔邊。魚仔邊。我聽知佢魚煲是我uncle俾我食，我白。啲人轉嚟記佢雲南邊哦。安怎誒？伊叫人白嘢，伊是成一個 pancake 啦，要頭豆到地面嗰啲。咩叫？伊是細細地成一個 pancake，細細地伊是成自己 pancake 切咗啦，係頭豆地面咁一粒一粒頭豆。誒，迄個是 fresh 嘅嚇，唔是，你是粿啊？唔是粿，是邊邊啦。哦，我 Google 下，名做咩？伊名做人白嘢 REMPEYEK。呢是雲南嘅，呢雲南係邊嚟？我 forget。哦，OK。一定啊？唔是，一下鹹鹹咧。啊，鹹鹹。我只有頭豆，看起來好似，我能看啫。你看得到？啊，對。伊是特別那個坎坷吹，特別你時常去個雲南所在嗰度吹到啊。哦，雲南我沒邊啊？應該是冇食到雲南。邊啊？成個冇雲南。又唔是干那拉呀做邊嚟咩？平常時有食啊。就咱冇咪就我知邊個咧是鄧人邊。了個有江藤咧，江藤隨便哦，江藤土豆，江藤嘅咧土豆藤，叫做對嘅啊，都是講個只。隨便啊。隨便啊，你講。水啊！我同你講吼，上個時間那邊咧，咱有夾迄個薄餅皮來包。哦，有時。我好似哦，包薄餅皮。係啦。個鹹鹹甜甜嘅。對，伊南面只甜嘅時嘛，伊頭豆糖，所以你包伊個薄餅皮鹹鹹下，伊 balance 伊味道。好了，我們時間食。我 PM 都係這樣，我 PM 都係你小英，我比較大聲 share 出來。嚇！葡萄乾。你 PM 到嚟 PM 啊？hang out 嗬。hang out，但我都未去開 hang out。冇啊 ，Facebook 錄咯。你叫好啊？咪叫我 hang out 咩？我哋去 hang out。hang out 係 chat 嚟啊！但我看到你講叫 link 嘅話係你 chat 嚟。啊，對，我紅有時候未去按我隨 link。哈哈。叫嚇，你使 share 好呀 ？share 等我等你看，等你 share 啦。嗱，這隻菇咯，冇看到。哇！攞看到嚟？有，我馬斯卡西啊。啊，這叫咩餅？葡萄乾餅。我叫葡萄餅，葡萄乾餅。葡萄乾餅。葡萄乾餅，你講咩餅講？小 K 食，喂，咱哋幾種嘅餅啊？我冇嘅餅。係咩餅？誒，我未諗過，特晚冇人知，當然較濟人啊未諗過，人知係一種嘅餅啦，擺那度講嘅餅。啊，但係咩名嘅？
我今日在老曉呢，拜六佢講。阿搭子啊，唔是阿搭子喎，拜六佢講嘅喎。我知啊，是唔是要個白白嘅到外口嗰陣時按鳥嘅時候？係咪白白嘅？以前甜甜嘅物件，因為你是冰球咧，你是白色嘅。冇，覺得到外口嘅唔是啊？誒，你講嘅是阿搭子啊？阿搭子？唔是阿搭子。冇啦，唔是啦，另外一種。特別一邊外口有包了一按成個糖嘅物件，愛心嘅。冇啊，唔是你。唔是喎，我馬斯克食誒，伊是定定，伊無味無傻誒，伊定定啊，圓圓嘅，嚇那個成個攞春款誒，圓圓嘅邊咧，伊淡薄胖胖嘅嚇呢，咁邊定定無味無傻誒，淡薄甜甜淡薄成個事，我嘛聽過。แล้วก็旁邊成種蝦米嚟下旁邊是唔是別特色？冇像嘅，冇像嘅。旁邊別少。旁邊是較大粒嘅，旁邊嘅diameter差不多是。邊大大地嚇。5-6cm 嘅款嘅圓嘅。然後裏邊是白糖嘅。哦，糖嘅。白地sau裏邊嘅糖是，伊成個 caramel 鋼糖是白色嘅。哦，係咪鋼糖？誒，講唔到 ，sorry。旁邊係白色。哦，特別因為是黏黏女女嘅嚇。對。哦，這差唔多像啦，未夠我 confuse。แล้ว我細漢嘅時候。旁邊係大地嚇，你講，較大地過。旁邊係大，伊diameter差不多是5-6cm 嘅款呢啦，大。你講到成人啊？我細漢嘅時候，我father教我入旁邊泡小水，1秒小水係旁嘅嗬，甲字嘅，所以叫旁邊啊。我father講香港。哦。特別我大漢了，可能就算是老人嘅，我每家一人啊，無人泡水字嘅啦。誒，冇，可能這是傳統時節。你是講，你下咗水啊，佢浸落去，佢哋攪成白นั่น係啊。對。哦，可能。愛攪嘅，個愛攪嘅。哦，可是攪變咗成個白นั่น係啊。然後就 nestum 就是佢呐。是。對 testing 嘅。係咯，我咪 try 過喎，冇就係叫旁邊嗬。你 try 啊？แล้ว我計講，個苗見啊，我計講，啊嘛冇電，講苗見個夾但冇疼個電。味冇知啊，我講。我每位白寶看樣仔啊。尖小水。我定淡忘講，但差別分講誒，就是嘅 Mary 餅，特別浸零水，白滾水嘅零水。你熟係淡薄胖嘅，你浸咗水好似一隻米嘅了去啊！你浸零水嚟講，你熟胖嗰陣係脆，你特別轉嘅就係咧，但是講你夾咧頭姜咧，一家用破咧浸，一差唔多幾十根，佢都真係差唔多會破一下係就脆就食。唔是先古靈煎米撈咩？有啦，我零水冇有嘅，我定當時米撈差別分講，伊全部類似浸水呢。我喺後面很食米撈啊。講咪邊個啊？豆沙餅，點樣講豆沙餅？橋餅啦。係咪餅？雞女餅。雞女餅係咪嚟嚇？波波嘅像圓圓咁樣紅起來。哦。伊是唔是夾去逼嘅？伊邊是夾逼，然後邊啊伊外口是較厚嘅，中間較白淡薄嘅是哦。啊，對。啊，我先是看到鹹水甜嘅，但有人賣。哦，我真唔知啊。嗰隻是紅茶蓮嘅餅。紅茶蓮嘅餅。樣叫車輪餅。安怎係？一白色嘅，伊是圓係啦，定會成個一個車嘅 brand 嚟。M 車嘅 brand 嚟。哦，Miss Bitut 啦？唔是啦 ，Miss Bitut。哦。冇，伊上馬斯利，講馬斯利個冇錯。馬斯利嘅餅，我唔知俾馬斯利個生一點嘅餅。
喂，你一張唔知是叫邊啦？伊是落地來，特別伊家去補係大單咧。補係大。Malaysia version 嘅 biscotti。啊，落地菜，落地菜。落地藤啊，落地邊。落地菜。落地切，落地切對。哦，我叫落地條。我叫落地菜。落地切，落地條冇像，落地條是。條嘅。啊，落地條是一條嘅。然後落地切是一片一片上上個落地就掉啦。誒，伊用butter啦，係有糖就啲掉到啲頂面。我記食了。你人有講butter cookie 係咪？啊，大媽我講嘅咩啊？大媽住講嘅。老雞聲。你牛油餅。牛油餅講你大媽冇牛講嘅啊。講伊入面有冇相款嘅啊？新加是上新加是。伊說嘅罐頭，到特擺等人新加人。哈，你入面有liner。了有抓，了有兩層，特別有兩層咧。對，兩層。你是個食係咪興嘅？我是講伊說嘅，了我是講伊有糖入面。錯糖頂面咧啊！一粒伊個糖頭先。我是個解糖，我是解是成個你成個 pretzel 嘅型嘅，你拍茶。你咪是有糖嘅。啊，就是啦，我是個食了。我特別係你是老阿妹我個食嘅，然後個你一種你糖你是試搞。啊，對，你我是搞唔。我教你我一粒搞伊無了啦，我家己食。你是伊個餅就軟了。啊，個了。我是個做咩？我是個夾伊係你抓啊，伊抓咪是成個你 cupcake 嚟呢，喺度抓。然後我是個夾，時候我聽到我夾一吐我係咋哩啊，我係攞起咋哩，只起一成嘟嘟 ballerina 嚟跳舞。你唔係做嘅咩有咩？唔白喎。阿龍困嘅阿龍。有啦，我扣厝。哦。食豆沙餅扣厝。好名啊！佢食豆沙餅。特別唔會扣厝喎。你厝細間，不要緊得用扣。扣房間。了講咩？有人講到雞零餅哦。冇，係咪嚟？伊食 ice cream 嘅餅，叫雞零餅。但係 ice cream 冇，我唔知喎。哦，你是白色嘅。一隻安尼。對。安怎我唔捌看過？吹我看。伊唔係個湯嘅，放咗湯嘅。Actually，無人問有嘅，但係一樣嘅就二三無相，我冇啲吹咧。我冇啲吹，冇吹阿 John 阿媽講拜硬講嘅迄個餅。啊，係你泡你那都講嘅餅。對，我啲吹了。那都講嘅餅，伊食大力件呢，特別較大粒嘅片，咱嘅只大力件啦，多嘅。你唔是講阿達子啦，唔是阿達子。頂只阿達子我到底我去大陸一食到啊？我去飛機場嘅喎。誒，安怎我會去飛機場嘅 lounge 下？安怎我去 lounge 就知道我背 business class 咩？咁我去食到，我知道是到底飛機場 ，maybe 頂到是 upgrade 我係什麼嚇？maybe 頂到是 upgrade 嘅200係什麼？一看到底飛機場，睇只搭子我介歡喜呢，就新加坡嘅。只把搭子到嘅啊，那你話邊即個講嗰邊哦，有巴生嗰邊有冇相啊？係咪邊啊？攏只嗰邊冇相嘅，巴生嗰邊嘅邊。嘛，mostly 係嘛相關嘅咯，冇咩特別啦。冇咩特別，福建人嘅邊上面咧？福建人邊咩啊？咩？迎春邊。做咩？唔知呀，我冇買得個仔。你迎春邊唔係真。叫你馬來講話。我係馬唔係講。我哋幾打俾佢講啦，就迎春邊上面。真嘅啊！新疆很假係啊。
去每嘛啊。豆嘅媽媽會嚟啊。豆嘅嘛，就是力豆，你咪出嘅。一直講的比變話呢，我唔知啦，唔發傳嘅我真係500那個吧，我直接去了那個 L。等陣我翻譯啫，而家就是邊邊咧，一地啦，伊不得要食起啊無。笑咩都笑咩，冇啊！結果就唔要聽啊。該翻譯咩？免咯，要聽啊，嗰人。嗰啲人關事啊嘛。係啦。哦，嗰一項物件叫做，這是潮州人教隻叫鴨餡。哈，我唔講就點啊鴨餡。好似哦。鴨餡伊個口磨咧，女藤咧嚇。對。哦。有英無？鴨餡啊，何小英，我除掉鴨餡，等我除下。要招嘅啊！都 keep 拍住 wedding biscuit 嘅。哦，OK，咱去看。哎呀，我唔捌去潮州嘅 wedding 啊，我特別除咗潮州帽頭先。冇啦，要講生呢時海啦。生呢時哇，生隻隻。就是我指教嘅呢時啊，我指會兩生哇，然之後借過來嘅。你是潮州人啊？我是潮州人。鴨嘛。鴨對，嗱，這個是鴨咯。這個頂面細條，一條正。你在這邊是叫鴨哦，應該對。鴨嘛。嗱，這個嗱，對。誒，我 share screen 啊，喂。呀。這個 Sesame biscuit 是 rice biscuit 還是 red bean biscuit？紅豆呀。Sesame，這個。哦，麻子啊，麻子。要麻啊。麻。แล้ว這裡是旁邊哈，這是這手柄是。誒，兩邊康咧。哈。多手是康咧。多手是康啊。這鴨是這裡啦。多手比較好看。鴨是什麼意思？OK，鴨蘑菇啊。鴨蘑菇啊。鴨蘑菇。嚇 ？neck 啊 ，because 這。樣嚟咩？鴨。一定冇等等，一等等淡薄啊。一等等淡薄，特別你識人食鴨蘑菇時，咱揼到一地嘛。伊做咩是叫鴨嘛？伊南面是有，伊個外口是女藤了，伊南面包掉個淡薄定上嘅鴨蘑菇嘅骨呢，係咯。你冇包到，你是女嘅咋？哦，你是跟你是女藤啊，你是冇女藤啊？我係是鴨，本來特別鴨是甜嘅咯。對啊，我。我咧啊，那邊有放土豆誒。嚇。你估食唔得，怎麼落去講藤下有講啊，同啊，佢講爆佢哋嘛。爆你是橋就到頂是爆佢哋爆邊皮。Yes。邊皮嘅。這是邊啲名義嚟嘅？誒，我哋嗰度啊，嗰啲唔是邊啊，係是邊啊？春邊啊。我係 Malaysian biscuits 啊！嗱，咱看到我有 share screen 我未記，哇！等陣 present to everyone。阿張睇下我看到，快啲哦！嚇？看未到咩？有啊，有啊，有啊，我看到啊。你是唔是喺班落度講，然後你成日錢一齊食嘅？這個啦，這個是阿揼子，這是阿揼子，阿揼子辦講有，特別我講嘅唔是你喎，阿揼子，嗱阿暗是這個啦，我知阿暗，這條是叫阿暗。It's a biscuit line. 嗱，大媽只 can 講嘅鵝苗講嘅鵝苗嗱是你咯，對。แล้วก็有這個這個咁樣嘅，這鹹餅，這葡萄乾啦，還有這就餅。我諗看，你諗？係咪？係咪？我看，哇！這係咩？叻沙喲，好食啊！哇，好食。
哇！哦，你看有价格，有不得了。有价格，有炸龟，有炸龟咁咪？個比哦，好了咯。究竟出個杯？到底出個杯啊？就所以我 message 講我 I will be late 嘛。哦，你係 message 咩？你特登我講佢咁貴嘅 group。哦，嚟咱看邊看咱個上到下面邊啊，這裡當這係咩來？這我唔知咩邊嚟喎。頭豆邊啦，先正至愛。哦，該無水呢？喲，我係只水嘅，這無水。伊無迄個空嘅。這是胖燒。來邊邊。來邊邊冇講到來邊邊。或者冰淇淋。這是新加邊個料係咪？這個是，這個是 cow's ear 的無像誒。無像嘅。係啦，這是 spiral 的 cow's ear，嗱，這個是 cow's ear，嚇。這個是耳邊。big ear 就能叫喎，嗱，這個咧。來邊邊，知唔知來邊邊？麻花嘅花麻。迄個是啲啊，是鹹嘅。鹹。伊係湯嘅。這叫咩色呀？我捌食一種迄個款熱嘅咩？熱嘅是胡椒餅。哦，安尼你叫胡椒。要白 spiral 嘅。哈。這阿特子，這個。Mary 邊冇看到嗬？我看到旁邊。這是龜布咯。有人講有人講哦。嗱，這是嗰隻餅嗰隻嚇。要個菇不就嗰隻餅咯？不到對面。嗰隻餅該夠嘅。嗱，這個咧上將。阿 John，你做時段嚟？明年先正。明年先知啊，香港啦係嗰啲硬包。忘啦。你個見到係我嘅硬包。我咪舊年嘛，明見啊。我嘅叫我聽説咯。嗱，這裡，人講嘅，but cookies。誒，嗰隻針。對啦，誒，對。佢哋票真係貴嘅咯，佢哋是你係票。對。哇！誒，嗰一種啊嚇，即係較新嘅 conflict 嘅，做 conflict 嘅餅。嗱，即係胡椒餅，人個中。有一個歌，我叫 cow's ear 嘅，人講嘅。你名咧歹聽呀，古戲啊。古戲咯，怎麼都看到啊？佢哋更加冇得估。好食。你睇這是最 favorite 哦 ，Bruce 嘅 favorite。阿 John， 嚇？一般那福建人有一片叫老花餅。老花餅。啊，老花什麼意思？是讓福建人老花，伊是那個人嘅那福建人咩啊？帶新婦嘅餅咩一定要河餅嚟。哦。唔知喎。學接怎麼叫 Malaysian？ 寫下面冇樣。Pepper 怎麼看 pepper？嗱，應該點除掉？咩？胡椒餅。我看 pepper biscuit。誒，冇啦。我哋興嘅。I thought this is just traditional 型嘛咧。是飯香嘅啊，飯香。嗱，呢型嘅。你說鹹兩個熱嘅啊？啊，一隻熱嘅，你有胡椒嘅。看成個啲啊！呢個胡椒，嗱，這裡就是魚餅，應該點？這是牛皮。魚餅。誒，呢個一種嚟叫，一是伊是成個白，然後嚟邊誒，伊成有些只白誒，裏面
咦，我說這個咯，哦，這個咯 ，Mary Pian，digestive biscuit 對 ，digestive biscuit，這 Mary Pian，Oh my god，我該笑念呢 ，Mary Pian。一比手真係破，這 blend 但啲淡薄嚇啦。我冇係咪比手喎？哈，阿 John，喂。我 share screen 或者看。OK，等我開到對你 screen 啦。好，我看就是只 Ritz 先，你看 Ritz，鹹咩呢？哦，Ritz 好食。啊，呢兩張 share screen 啊。因為邊啦，邊但係多出餅，你多出餅，你看 icon 啲多出餅，地址嘅 icon，差唔多咪笑蛋啊嚇。OK，我邊點會冚咩？差唔多。OK， 這就是老灰。哦，叫下面老灰是，你這是老灰是。嗱，Chinese wedding 嘅 biscuit 嚟。我在這裡。呢隻係米香嘅可能，呢隻一米嘅去布油櫃嚇，我知。鮮花米。咱是叫飯米香，飯米香啊，飯米香啊，是飯啦，飯米咯，飯，你是叫住人啦，一個飯。哦，福建人。飯那是飯，咪是飯米香，咪是飯。人看咯，我有多數是人看你。哦。叫教英用嘅。教英用嘅。嗱，就我一條，就我一條。打包，你還是想講的是打包攞掉，然後打包喺邊就是攞掉，你旁邊攞掉。然後我教英嘅時是攞掉油炸龜。嗱，油炸龜你炸龜啊？那攞掉油炸龜咪是你好咯，要收計 romantic 哦。我咪去同 Bruce 講啊，咱是攞掉油炸龜兩條誒。romantic 哦，依叫要炸龜叫做咩咋阿毛？叫 donut sticks。哦，呢個啊，哦，依叫 donut sticks。我都成個 donut 啦，特別。依都成個 donut，特別較garing啦，我靠。garing，然後較濟成個 croissant 嘅啦。較 flaky 啦冇啊。啊。依個你點都忘記食，當人嘅菜館食物件是伊有油炸龜嘛，然後我較就是運，這邊人是運豆水嘛，豆漿油條啊，豆漿油條，然後係我人食啦。然後這邊即中國人冇食啦，所以伊時間咧，我時間來運佢哋咯，運這豆水咯，所以伊直叫伊個只係干嘅數。然後我食點心嘅往事啊，油炸龜真係家庭咧，佢係包你豬腸飯包啊，好個好正啊！這邊冇特別發生啊，你直接 carbohydrates 啊。咁哎呦，食落去個家庭呢，我看想，你邊嘛在邊去？你邊嘛在去食點心？你邊嘛在去食點心？阿 John，你嘅 plan 喺讀緊半嘅是 fail 咯，是唔是？啊 block 咗。你看到你哦，係你叉龜條啊，個新嘢啊，叉龜條，個很棒呀！我就講看到啲新啊，講 OK 啊 block 咗咪。OK， 當然講緊啲明星啊，那是讓我小弟還沒變，我冇講到，那是讓小弟可能達到講嘅變，那是除掉你讓叫啊，達到講嘅，等我除未必話 last time 去除佢達到講。anh cho chơi mà mày我本正見咩？我叫我一個 friend 起來講嘅，我同佢講，伊暑假食邊，下面冇暑假底，暑假食邊嘅。但係我在錄得意嘛，你應該買，伊買。你是在錄看人嘅，人真係 creative，在錄看一個鹹餅，係會做幾樣行到出來哦。very creative 咯，真係，成個油個冇油咯，個成 plain 呢，那麼那個 green 呢，那個葡萄乾，你個樣你做出來咯。係啦，咱搞變，冇啊，達到講冇啊，我除非掉達到講 biscuit。我問我阿媽講冇冇，伊唔知影，唔知達到講有邊嘅，伊講咩名啊？咩椰子講。
嘅拜嘅咩？啊，maybe 是地主講呀。offering 應該是阿十支應該是。等我看你 offering to that 誒，等我看看除掉咪小英。我個要個。那都講嘅邊喎？是那都講哦，還是地主講？唔知啦。那都講個像嘅咩？那都講地主講乜像？冇像嚇。啲冇像啊。冇像嘅。那都講甲地主講冇像。因為我吹別掉啊，或者那時我叫我媽翕小英，叫我媽特別食個字啊。是他都講我未記。OK，等下介紹我這個禮拜特別嘉賓就是啊，頭晚走去了到啲紅酥到啲披薩誒，唔是咧Rosmar 嘅披薩啦，即是到啲意大利嘅披薩頭晚嗰邊有幾天啊？嗰邊有蘑菇咯 ，ICI 咯，咱看到แล้วก็日本鏡甲จูบี嚇，แล้ว英國中啦，แล้วก็豆嘅啦，อาหาร啦，拜拜，這個價格，哆來咪啊，拜，即係博一零啊，個啲啲銀幣啊。幾毛錢啊！拜拜。個有新加坡啦，黃土誒鵝鳥啦，拜拜。แล้วก็困起了好鳥阿龍。唔知阿龍食啊 ？OK， 接落嚟你話啲對嚟講，當時講頭一擺來後，我個開隻新嘅話題啦，這邊看起一個開隻新嘅話題，你特別去吹啲新話題。另外一個話題咧是講。把你我行你 ，OK， 拜拜，各位家長，禮拜再見，拜拜，拜拜。